神说，只要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他必要为我们成就。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，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。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。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，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。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。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，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。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。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，为大使命献上自己。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，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。当我们一起敬拜跟祷告的时候，神就要在我们的中间，他要动工，他要成就你的所求所想。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，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。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。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，为大使命献上自己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。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，为大使命献上自己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。向全世界为主发光，合一寻求神国度蓝图。
心意，为大使命献上自己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，让我们献求神国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，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，为大使命献上自己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，让我们献求神国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，让我们献求神国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。不分彼此，我们要同心前行。